来看第79届的联合国大会，明仔载伫美国纽约起股，有民间团体讲中国错误解释联合国大会第275号的决议，主张讲中国有台湾的主权。因今年会阁写公开批予联合国的秘书长，要求爱针对275号的决议来举办听证会，嘛呼吁国际社会要爱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。UN for Taiwan。 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七十要伫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机。民间团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逐年拢会组成 UN 宣达团，诉求台湾加入联合国。今年协进会写批予联合国秘书长，要求召开针对联合国大会275号决议的讨论听证会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到美国传播2758法案这个 resolution 和台湾无关的。 台湾应该要加入联合国，这是主要的目的。协进会表示，中国长期错误解读275号决议，主张中国有台湾的主权。但是协进会讲，275号决议并无讲到台湾，也无决定台湾的定位。因除了要求联合国召开听证会，也希望台湾各部会要有行动。联合国正式开会的时候，我们的外交部呢能够正式的由外交部的部长。 韩明写信给所有的联合国的成员，跟他们的观察员，表达我们台湾人民支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。朝野的共同声明说，台湾人民，我们代表台湾最高的民意立法院，希望台湾人民能够加入。 联合国 UN 宣达团拜四就会出发前往美国，除了会针对275号决议召开记者会、举办游行，也会参美国前国务卿 Pompeo， 还有其他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参加论坛讨论，提悬台湾伫国际社会甲联合国的能见度。记者讲曾俊佑台北报道。